蔡康永的情商課3，你願意，人生就會值得。第4部分，跟自己，一切好商量。第14課，很多東西會拜訪我們，結果我們一個也認不出來。俾自己一個機會，迎接各種際遇，允許自己有機會喺各種際遇之中反應、選擇。聽講我嘅聲音係好容易認得出㗎。有時候我戴住口罩、戴住眼鏡去買咖啡，只係開口點咗嘢飲，等攞飲品嘅時候，背上面往往已經會寫咗店員貼心嘅祝福。蔡先生，希望你今天開心。康永哥，等待你下一本書。咁樣係表示我就算戴咗帽、戴咗口罩去搶劫銀行，亦都唔能夠發號施令。不過隨住我越嚟越少去主持節目，會越嚟越少人聽到我嘅聲音，越少接觸就會越唔熟悉，越唔熟悉就越認唔到出嚟，呢個係理所當然嘅。我被問過好多次，當機會嚟嘅時候，點樣知道嗰個就係機會呢？好可能唔會知道，因為如果冇好大量咁去接觸機會，只係一味被動咁等待機會偶然嚟到嘅話，咁樣我哋勢必對機會係點樣樣會好陌生。即使佢走到我哋面前，我哋都唔會認得出。才華必須跟遭遇配搭，才會傑出。好難會認得出唔常常接觸嘅嘢。有好多傑出嘅人，願意接受訪問嘅，會話俾其他人知佢哋係點樣做到嘅。當中有啲人係好想炫耀，有啲係好想說明，有啲係好想藉住機會去推廣理念，亦都有啲人係真心希望呢啲經驗之談能夠幫到其他人。聽到佢哋講嘅內容，表面上係喺度聽方法，聽佢哋係要點樣做到嘅，但係實際上我哋真正要聽到嘅係佢哋遭遇到啲乜嘢，聽下佢哋遭遇之後佢哋做咗啲乜嘢，佢哋所做嘅事係回應緊佢哋遇到嘅人同埋事情。做事嘅方法唔係憑空咁跳出嚟㗎，而係因為有咗遭遇做出反應。同佢哋有同樣遭遇嘅人冇做到同佢哋相似嘅反應，結果就冇咁傑出啦。決定佢哋表現嘅係佢哋嘅遭遇同佢哋嘅反應，唔係單獨存在喺身體裏面所謂嘅才華或者天賦。才華或者天賦亦都好重要㗎，但一定要同遭遇同埋反應配搭，先至可以形成傑出嘅表現。所有各種座右銘裏面不斷聽到嘅機會、時機、眼界、見識，其實都只係喺度講一件事：你遭遇到啲乜嘢呢？你有試住有啲咩反應呢？放棄了機遇，也就等於放棄了機會。有啲人相信民間傳說、武俠小說，好欣賞喺山窿裏面面對住牆壁靜坐15年嘅苦師，又或者根據了每一日喺深山裏面揮劍苦練。覺得咁樣嘅人有一日就會揮一揮自己嘅手袖，企到去山頂上面講一聲我嚟啦，天上面就會一陣閃電，天下亦會有一陣嘅騷動去迎接呢個人帶嚟嘅雲風色變。坐喺山窿裏面一直唔出嚟，除咗山泥傾瀉可能會被活埋，或者俾自己嘅屎屎尿尿臭死，好難會有乜嘢際遇。同巨鳥去練劍，除咗每一日遇到呢隻雀之外，好難會有啲乜嘢其他嘅際遇。有啲所謂書齋型嘅學者，長年關閉自己喺書房裏面，佢哋經由苦讀就能夠引經據典，但實際上係冇乜嘢遭遇㗎，冇訓練過對遭遇嘅反應，所以喺佢哋嘅身上會比較感受到知識，但係就未必感受到處世嘅智慧。有一次有一位喺便利店打工嘅同學問我對工作選擇有咩建議，我記得我係咁答佢㗎：即使係一樣喺便利店打工，我亦都會建議盡量選擇際遇多啲嘅便利店。亦都係喺際遇多啲嘅工作時段裏面打工，咁樣係勝過喺難有際遇嘅店裏面打工㗎。點解一出好電影能夠啟發人呢？因為電影嘅角色密集嘅有各種際遇，然後對呢啲際遇做出反應。電影通常只有2個鐘，喺2個鐘頭裏面，主角遇到嘅人同相處嘅人，從人嘅言行裏面得到刺激而採取行動，最終有所成長同領悟。當電影演完，故事結束，領悟就冇結束，領悟會留喺我哋嘅身上面㗎。被陌生人啟發，從此更加明白生命嘅電影故事，我可以諗到好幾個，而且揀咗3個我好中意嘅嚟講一下。一個守寡嘅退休女教師，叫咗一位可以共度幾個小時、網上評價好好嘅男伴遊。呢套電影係《祝你好運》，里奧·格蘭德。另外一套就係被富家子弟逼壓得好緊要嘅窮學生，為咗賺零用錢，輔助一位盲眼嘅退休軍官，陪伴呢位軍官進行自殺之前嘅最後旅行。
呢一部電影就係女人黑。再嚟一套啊，就係事事都報告俾爸爸媽媽知道，一直被退稿嘅年輕作家，佢一見鍾情，無法自拔咁愛上咗一個法國外交官嘅夫人。呢部電影係《愛情限時戀未盡》5 to 7。點解我要忍唔住提呢三個故事呢？因為呢三個主角都喺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到一個陌生人，佢哋根本唔知道算唔算係乜嘢機會，佢哋就係憑住生活賦予嘅感受力，學下點樣從一個截然不同嘅人裏面重新認識一次生活，結果得到重新認識自己本來好陌生嘅自己。反應和選擇，機會就被你製造出來了。如果我哋喺真實世界基於任何原因唔願意脫離重複嘅生活，唔願意多認識幾個同自己唔同嘅人，咁起碼我哋最唔麻木嘅方式就係透過書本或者電影裏面嘅主角，派佢哋代替我哋去冒險，我哋安全無誤，佢哋去經歷，去替我哋攞到新嘅領悟。我呢本書寫到此時此刻，書同電影嘅呢啲傳統載體都正喺度體會巨大嘅變化。應該好快，書同電影都會變成同而家唔同嘅樣啦。可能會靠電線或者電波輸送啲內容去到我哋嘅腦入邊，由我哋自己直接扮演角色去體驗故事，就好似某種模擬嘅遊戲咁樣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俾自己一啲機會去迎接各種際遇，允許自己有機會喺各種際遇之中反應一下，選擇一下。如果放棄咗際遇，咁就等於放棄咗所有人生座右銘之中所講嘅嗰個叫做機會嘅東西。咁樣又何必再問，當機會嚟嘅時候，我哋點樣知道嗰個就係機會呢？問嘅人根本就冇興趣認識佢啊！你會有遭遇，你會有反應，你會做選擇，機會唔係自己嚟㗎，機會係俾你製造出嚟㗎。